台湾全岛陷入白色恐怖之中。你认识张天师吗？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是不是他介绍你加入组织的？没有，找到了，他已经都承认了，这是他的自白书。一边，当然，像这个引进比动兵来讲呢，这种小规矩、小业务就是讲，以后规划、经济，每个人精神都可以做好。伊一直甲你过你所做的，还是特别你人生上不容易的，所以讲尤其啦、失业啦、失恋啊，那这而且你就来找啊，互你感觉你人生上不容易的，给你来扩大就是啊，互你爆笑作气啊，到尾啊你哪一只狗讲区，你规精神拢需要，精神是讲对者，啊到尾啊你就我想，我根本不是一个，还有那个叫做千万。